来即几天的海象拢真歹。 中华外海嘛发生着船难，昨下晡一台巴拿马货船，互风影闪一个船起去，船舱内入水，主机故障害去，不得不只好是放弃这只船。到昨暝8点45分，船就沉落去了。船顶17个印尼籍的渔工，5个人坐救生牌啊，12个人坐救生艇来逃生。啊，讲坐救生艇的这12个人下落不明。 上新的搜救的进度，空勤总队的直升机伫澎湖马经机场的外海发现救生艇。空勤总队直升机伫澎湖马经机场的外海东南边23.5甲21海里的所在，阁发现一台救生艇，2台救生艇拢无人来看现场搜救的情形。 直升机伫空中咧飞，继续找人。海巡署的救援艇嘛，驶到澎湖马经的外海，挖近确认继续要找失踪的12名印尼籍的船员。这场搜救的行动为昨暝收到船员救援信号就开始啊。同时，海巡署出动大型的舰艇，驶到12个船员落入海域的附近去找人。同时，嘛拍开大型的照海灯，伫海面上找失踪船员的身影。不过，风影真正是有够大。 连大型舰艇都好只海影拍干的海来海去，搜救画面看起来真危险，互人愈看愈紧张。到目前为止，也未找到船员，因是伫巴拿马籍兴顺1号一台水泥专用船工作，伫中华风场航道东边缓冲区，因为主机故障，大家阵咧赶紧逃生。 这台船伫昨暝8点45分伫雷达上消失，是沉伫还是流到其他海域，目前唔知影。船顶17个船员5人互中型海运的货柜轮救起来，其他12人坐救生艇伫海上漂流，下落不明。海巡人员继续咧搜救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